宝贝，按多好的鸦片读档。系啊，我带宝贝来散步啦。哦，佢大下主我都来遐边顺田水呢。哦，真紧哦，佢按中医鸦片啊。系啊，也讲也系佢嘅铁盘哦。哦，好，我最近呢，没有想爱学一种通文呢。哈，你想要学通文咯？咁你想要学乜嘅通文？还蛮确定啦，我有看到有几位，韩国啊，我啲名路上没有看到有人学咩位，我知道当地人下，每位本人心情都好，没有人中意学掉诶。韩国有人没有学贵嘢，建筑韩国三角台一条通文呢都当贴片咯。学几位啊，学咩位，学一种通文咯，真嘅喺清点一下。我爱当你心情都懂吼。系啊。唔过你中意嘅对啊咩位几位对啊三角台，你中意嘅翻译哦，咩意翻呢？我就想大众通文都有几条贴片嘅素材啊，定一下嘅素材，故上我想要寻一种适合我嘅。真嘅可以请适合唔嘅哦。其实我学下通文咯，你会附动态嘅字音哦。迄个我爱学咩位？我爱附近嘛嘅。哦，其实一下东东人哦，看到一几位啊，没有嘅相片，尤其一下东东人的面书、Instagram 啊、Threads 当中看到相片，就是哦，一等人下就都想要学。系啊。像你刚刚讲到嘅学咩位，你要注意嘅事情哦，就耳朵哦，千万不看你们高眉毛。对面我要高眉毛，还係我有猫砂，做嚟清毛。还那个有动作啊，假使你爱出国去了，有人做嚟去照顾嘛。系韩国，没有人要有蜜桃啊，不开有个蜜桃的用干啥？然后花时间去请个蜜桃啊，然后带去细神呢。其实真件动作事情，你要想清楚哦。阿爸阿妹没有同我讲，做唔得看几条电影相，就同几条带转冇看，乜嘅都冇想过。听安尼讲。我做嘅事情正經當當呢，我想咩位冇咁簡單。迄個我學貴嘅，也係三角台，也做發通範圍下世嘅通文，會較簡單冇啊？哦，就除了其他細個照顧起來較簡單啫嘛。當然你會安尼想哦，不過其實唔係。你看，其實人細細嘅，不過唔可以本佢好嘅環境啊，溫度、濕度，都會控制到得到。然後吃蟲嘅本其實多哦，還會吃蟲嘅本其實，唔講冇講唔ดี哦，係為唔超ดี。我做唔得呢，我唔敢捉蟲嘅。古時啊，我學按多種通文以前其實都會上過，像學幾位以前啊，學咩位，韓國還係學三角台，也做學條嘅咩係啊？你看學條嘅還有按到嘅事情，你有聽過冇？冇呢，學條嘅要注意乜嘅？學條嘅哦，我有聽過有人學條嘅，結果啲冇卡地度，幾年嚟都啲吵，叫做我哋水母嘅。你會考慮到自己聲音嘅問題係冇？學條嘅學咩嘅，不管係愛學乜嘅通文，都會考慮到當多嘅問題。錯啊，就像學嘅學藝咁樣，我準備當多東西本佢識啦，本佢詳述。還有我照顧佢，係照顧佢一生人嘅事情哦。原來學通文有咁多要注意嘅事情哦，我以前都唔知呢。係啊，古說一下冇用到動力片啊，唔係做得到，去 Instagram 啊、Threads 當講，做得發現動人文啊，每日睇下學嘅通文要注意乜嘅。原來係咁呢。做得名幾坤啊？寶貝，你真係懂幸運。讀到當好嘅主人呢，你看自己功課做到暗好，然後你照顧到暗好哦。我想到你看帶佢出來，還會注意，如果有屙屎屙尿嘅問題，唔可以錢呢，冇會幫你罰錢哦。也係嘅法規東嚴嘅係嘛？錯，東嚴嘅哦。哇！